传奇球星铃木一朗21日在美职棒大联盟日本海外开幕赛后记者会上宣布结束职棒生涯。一朗美日职棒生涯共28年间击出4367支安打，对于隐退一事，他表示不觉得后悔。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幕第2战21日在日本东京巨蛋球场登场，西雅图水手队外野手铃木一朗跟20日的第1战一样担任第9棒，结果4打数无安打。8局下站上守备位置后不久被换下。比赛结束后，他在东京巨蛋旁的饭店举行记者会，有将近200名记者涌至。穿着水手队球服的一朗走到记者会上后说：“这么多媒体，让我感到很惊讶。感谢大家，这么晚还聚在这里。今天的比赛是我最后一场。我在日本职棒界9年。”在美国进入第19年，现在我要将现役职棒生涯就此打上休止符，要隐退了。最后能穿着这身球衣迎接这个日子，感到很幸福。被媒体问到是何时下定决心要隐退的问题时，一朗表示是在返国的几天前，在日本上场打2场，这是契约上早就讲好的。集训近尾声时，自己表现不佳，没能推翻想隐退的心意。被问到回顾这28年的职棒生涯所贯彻、坚持的是什么时，一朗说：“对棒球的爱，这是不会变的。为了有好成果，自己很努力，也只能累积努力，才不会后悔。”一朗表示，小时候梦想成为职棒选手，结果如愿。最初18、19岁时，有时上1军，有时下2军，自己处于那样的状态，觉得打棒球蛮快乐的。1994年结识教练杨木斌，让我当固定班底。一朗说，自己的能力被高估是很痛苦的事，将来希望能快乐的打球。如果职棒不是打得很辛苦的话，可能就无法享受业余棒球、草野球的乐趣。今后他想打那样的棒球。日媒记者提问时表示，一朗曾说至少职棒要打到50岁，是否计划回到日本打职棒？一朗说不会，原因不方便在这里讲。我的确说过要打到50岁，我也真的想这么做，但最终无法实现。或许因为这样，我会被人说成是言行不一的人，但对我来说，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，可能无法坚持到今天。被媒体问到隐退后是否会当教练、指导员、艺人的问题时，一朗答说：“我是绝对无法当教练的，因为我没人望，这点我还是有判断能力的。”被问到决定隐退的关键原因时，一朗说：“无意去水手队以外的地方，这是个很大的原因。”一朗的球迷22岁的清水胜也对中央社说：“一朗隐退这一天是最棒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是水手队日籍投手菊池雄星在大联盟首度登场的日子。就在这一天，一朗宣布隐退，这象征着世代交替。”能穿着水手队球服隐退，对一朗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形式，很想对一朗说声辛苦了。22岁的一朗球迷被赖广树告诉中央社，看到一朗在隐退记者会上一副潇洒自若的模样，心想一朗与水手队之间定有契约，但可能去年球季前就决定隐退了，所以现在他即使隐退也无怨无悔。